濕疹嘅人咧唔多唔少都一定搽過類固醇藥膏噶啦。最近英國咧有一位37歲嘅男士咧決定咧就要戒咗呢一類型嘅類固醇啦。但係咧佢戒咗之後就經歷咗咧非常之恐怖咧嘅大爆發啦，佢甚至乎差啲慢咁滯咧，被逼要瞓喺張床7個月咁多。而皮膚專科醫生都指出啦，濕疹根本嘅問題就係我哋皮膚缺乏呢個保濕嘅因子，同埋咧免疫系統非常之活躍喎，激發咗咧大量嘅發炎因子。因此當我哋停咗藥嘅時候，身體就會重新去適應呢一個狀態，引起咧強烈嘅好轉反應。要撳住呢類型嘅反應咧，單靠咧搽藥膏咧根本就係治標唔治本㗎。如果你都想知道呢位英國嘅男士點樣靠飲食啦去逆轉去爛面啦，仲可以重拾光明嘅話咧，即刻 follow 我鎖定下一集啦，或者留言 SOS 搜3位留言嘅朋友，我就會送你15分鐘嘅免費嘅線上健康評估，讓你知道你而家嘅狀態其實係點樣。我哋下一條短片再見，拜拜。